这3把金钥匙呢，第1把是在台湾的郑经手中，第2把是在前明余孽李定国手里，还有1把是在吴三桂手里。你想拿到它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黄总母，请放心，孙儿一定会得到这3把金钥匙，铲除前明势力，把铜匣里的藏宝图为我大清所用。这是你黄爷爷用过的宝剑，这剑不错呀，是一把好剑。黄总母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那李一欢交给你的铜匣，分明是假的，你还相信他，对你忠心耿耿，用情至深吗？真没想到，鳌拜这个老狐狸，居然能够如此的隐忍。那他有没有在太皇太后面前说你的不是？没有。经过这半年的捐戒，鳌拜算是想明白了，也没有以前那么跋扈了。他现在出来后，矛头没有指向我们，只是一心想要扳倒李氏兄妹，重新赢得太皇太后还有皇上的信任。如此是最好不过。本宫这悬了大半年的心，也总算是可以放下了。皇后，这皇上对李一欢用情很深，现在知道了李一欢的真实身份，他的心情一定很难过。所以皇后在皇上面前，千万不可露出幸灾乐祸之色，反而要更加的谨言慎行才是。三叔放心，本宫也是在这宫里待了许多年头的，自有分寸。是。黄祖母，可能这期间另有隐情，也许易欢他自己也不知情。从鳌拜府里拿到这个铜匣的时候，它本身就是个假的呀。皇上啊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也亲政了，大权在握了。哀家这个老太婆的话，都不及一个小姑娘的话有分量了。皇祖母，您何出此言啊？在孙儿的心中，您一直是孙儿最亲之人呢。唉，皇上不必这样哄我这个老太婆开心了。你是大清的帝王，你既然不顾你自身的安危，国事不理，竟然擅自出宫，去追寻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。你说，你把大清朝的千万子民置于何处？你把咱们老祖宗努尔哈赤建立的大清朝置于何处？皇祖母息怒，孙儿知错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也是凡人，也有7情6欲。孙儿自8岁登基，一直从未有过寻常孩童该有的乐趣。孙儿自亲政以后，更是日日忙于国事，不敢稍有懈怠。有时候，孙儿真的觉得很累，所以稍有任性，也是略作放松，还请皇祖母体谅。哀家能够体谅你，你能够体谅哀家吗？你父皇临终托孤的情景，时时想起，都历历在目。唉，母子一场啊，生离死别呀。
那种痛苦，哀家是无人可说，无处可诉。因为哀家那时候竟没有时间去悲哀，去哭泣，只有想着急于把你扶上龙椅，保护好你。皇祖母，不能让祖宗留下来的大清朝让旁人占据。想想那时候你才许8岁，你这祖母就把你扶上了又高又大的皇帝宝座，把这千军万军的重担压在你那么小小的肩上。哀家想想这些就心痛啊。这怪谁呢？怪你的皇爷爷迷恋上了海兰珠，还是怪你那父皇迷恋上了董鄂妃？他们父子2个当时正当壮年呢，就撒手西去了，把这摇摇欲坠的大清朝就留给了你我祖孙俩。哎，这都是命啊！想想那褒姒，至于周幽王；那西施，至于吴王；那赵飞燕，又至于汉成帝；杨玉环呢，又至于唐玄宗。这历史上为了女色而误了国的帝王还少吗？皇祖母，孙儿，如今你身边这位李易欢，看来他要比起赵飞燕呐、西施啊这些人，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前者呢，也不过是徒有美色而已。而这李欢身怀绝技，他可是大清的宿敌，卧在你身边的一条毒蛇。皇祖母，易欢绝非是朱明联盟的奸邪，这不过都是鳌拜报复朕和易欢，他使得挑拨离间之计而已。皇上啊，你不能执迷不悟了。你可知道，哀家今天出去见了一位故人吗？皇祖母出宫了？是啊。孙儿不知。当然不能让你知道。你要是知道了，我出得去出不去都难说。知道是谁吗？鳌拜。鳌拜？对。他不是疯了吗？不，他没疯，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装疯。这老贼呀，装得还挺像，把所有的人都骗了。来，把这都喝了。来。太后，如此的垂怜罪臣，罪臣后悔莫及呀！哎呀，哎呀。
老贼呀，原来你是庄丰啊！太后，太后，罪臣有要事启奏，此事事关皇上和我大清江山的安危呀！这个老匹夫，之前就擅权专政，现在又装疯骗朕，还敢挑拨离间，诬陷朕的知己，这样追治他的欺君之罪，诛他九族！哎呀，你是皇上，皇上嘛，就只有臣子，何有知己呀？皇祖母，哎呀，今天说起这李宜欢是反清的余孽，你怎么就沉不住气了？哎呀，怪不得这鳌拜呢装疯卖傻的隐瞒秘密，要不是遇到哀家，他不会说出这么许多的事情来。他知道皇上不信他，皇上要是知道了，是不是要杀他的头啊？会累及他的九族。皇祖母，鳌拜的话不能信。之前他就圈地误国，党同伐异，朕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，他说杀就杀了。这样的一个逆臣贼子，他说的话，朕不会相信。皇祖母，您也不该相信。皇上啊，你说的对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鳌拜和哀家都是侍奉过大清3代君王的老人了，他撒没撒谎，骗得过哀家这双眼睛吗？鳌拜啊，起来说话吧。罪臣不敢。不敢？你敢杀皇上？尽管皇上是先想杀你，可是他是君，你是臣，你居然敢弑君？那是罪臣是猪油蒙了心呐，请太皇太后恕罪。好了，这本老账呢就翻过去了，还是坐下来说话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坐下吧。有何事想禀报哀家呀？太皇太后，只要您老人家能让皇上保罪臣不死，并且不累及罪臣的族人，罪臣就把所得的所有情报都上呈给朝廷，由太皇太后和皇上来决断。鳌拜呀，你可是曾经救过太宗皇帝的人呐。那顺治皇帝铲除多尔衮的时候，你也是立下汗马功劳之人，你对大清是有恩之人呐。皇上怎么可能要你的命呢？如果你不是执迷不悟的话，何至于到这个田地呀？一想起你呀，哀家这心里头好痛啊！这一切都是罪臣糊涂啊！罪臣求见皇上，虽然年少，却有经世治国之才。我大清的江山在皇上的手上，太皇太后大可放心了。你呀，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。皇上呢，刚刚替你收拾完了这个烂摊子啊，又摊上了3藩的事，让皇上是焦头烂额呀。你要是早些明白过来，何至于让皇上如此为难呢？是啊，罪臣当初只顾着一己之私，争权夺利。罪臣被禁足以后，又只想着跟皇上斗气，可是经过这半年的装疯反思，现在罪臣什么都明白了。罪臣不愿做大清的罪人，这个责任我担待不起呀。罪臣现在就有一条重要的情报要禀报太皇太后，也算是罪臣为我大清江山最后再做一点贡献吧。你说吧。
这佐额图和纳赛他们是哀家的信赖之人呢。这些个嬷嬷都是哀家当年从蒙古草原带来的家谱，你就放心吧。今天这个事呢就不能透露出去，否则的话，哀家就拿你们试问。这接着说吧。太皇太后，您老人家可听说过明珠谷？当然，那是一个反清联盟的基地，那些一心向往光复朱明王朝的乱党全部隐藏在这里。多年前，罪臣就让眼线潜入明珠谷，以便能够掌握明珠谷的动向。当时罪臣只是为了和索尼、苏克萨哈等人争权夺利，一直将所得到的密报都隐匿不报，希望着有一天能够独揽大权，再建大功。你糊涂啊你！太皇太后息怒。好在这明珠谷尚未成气候，对我大清的江山还构不成什么威胁。不过这明珠谷的密探现在已经潜入了紫禁城，这些个密探不仅年轻，而且那武功是深不可测，并且个个是精通奇门暗器、巫医独蛊之术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他们就在皇上的身边，而且皇上却对他们十分的倚重。你隐匿明珠谷的情报是有情可原的，可是这些毒蛇都隐藏在皇上身边了，你为何不早早地向哀家禀报啊？太皇太后，我的眼线得到这个消息，前来报告罪臣之时，皇上已经把罪臣擒拿，又囚禁在这府上，无法得见太皇太后圣颜。皇上又不肯相信罪臣所言，只把罪臣的举报当作挑拨离间，有几个奸细还要杀了罪臣灭口。罪臣思来想去，只得装疯，这才逃过一劫呀。他们要杀你呀！在太皇太后面前，罪臣不敢有一字谎言呐。不是有索额图负责保护的吗？哦，回太皇太后的话，奴才已经竭尽全力保护好敖大人的安危了。可是皇上另有手谕给了别人，那奴才也没有办法。太皇太后，这件事情也怪不得索大人。这皇上有多恨罪臣，相信太皇太后和罪臣一样明白。那奸细事先给罪臣下了毒，夜里欲行刺罪臣，罪臣武功尽失，不敢应动，只能装疯，这才骗过了他们一干人等，今日才得以见到太皇太后，将这一切告知啊。你说的这奸细，是否是这太医李建清和这笔墨侍书李欢兄妹？正是他们，而且还不止他们两个，新晋的丽妃娘娘，还有贴身侍奉丽妃娘娘的雪嬷嬷，他们都是明珠谷的人。李建清和李易欢根本就不是兄妹。这个李建清的真实身份是南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，他的真名叫朱慈轩。反清联盟的人一直尊他为太子。李建清是前明太子朱慈轩？没错，你亲爱的这个李易欢，她是南明晋王李定国的独生女，她跟朱慈轩是娃娃亲，也被封为太子妃了。他们二人并不是兄妹关系，而是青梅竹马的情人。皇上，该醒醒了吧？你要知道，你父皇在世的时候，也曾派人到明珠谷调查过。当时，他们和郑经互相倚重了。后来，
是因为大清初立，国事繁重，所以呢，不得不起。如今这些乱党，说不定在那里跟吴三桂串通起来，兴风作浪的可能也是有的。皇上，奴才是觉得，如果这雪衣居士只是出于报复而挑拨离间的话，那还罢了。但万一他在永和宫说的都是实话，他这次回来把吴三桂和李氏兄妹都保下来，那就说明吴三桂和朱明联盟联手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皇祖母，您今日所言尚无证据，待孙儿查实之后，再向皇祖母禀报。这有何难呢？这鳌拜既然呢主动的把这情报交上来，皇上根据其情报派所徒一查，不就全明白了吗？皇祖母所言非比寻常，关乎到大清的存亡。只是这鳌拜向来专权跋扈，他屡次欺君犯上，这样一个逆臣贼子的话，真的不敢全信呢。你呀，不是不敢相信，而是不愿意相信。你想，一边是你的从前的政敌，一边是你宠爱的女人，你说你偏向谁？可想而知啊。皇上啊，你的感情已经影响了你的理智了。鳌拜他好歹也是三朝元老啊，他是擅权专政不假，但是他这番话不是凭空而来的。皇上，你是天纵英明，知人论事，难道你连哀家这个老太婆都不如吗？皇祖母，这李建清、李易欢还有丽妃，他们若真的是明珠谷的反贼，那他们入宫也有大半年了，这期间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下手，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。擒拿鳌拜，他们兄妹也屡建奇功。在山西的时候，李欢为了救朕，更是不顾自己的性命。朕微服私访，在宫外屡次遇到危险，都是李建清及时舍身相救。朕对李建清情同手足，至于易欢，那更是朕的红颜知己。荒唐！情同手足，红颜知己，他们是前明的余孽，是大清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他们救你是为了得到你的信任，光复朱明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呀！你这个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人，大清的君王，难道你要爱一个大清宿敌的女儿，还要跟前明朱家余孽称兄道弟吗？皇祖母息怒，孙儿知错了。孙儿一定不会把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葬送在孙儿手里。说的容易呀，而做起来却不容易。孙儿啊，皇上啊，罪臣向皇上请安。皇上吉祥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鳌拜，现在可以将你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交给朕了吧？这。皇上，罪臣已将多年的情报整理成册，全都在这儿了。啊，还有，罪臣这些年来安插在各处的眼线探子的联络方式，罪臣也会一一交给皇上。
明珠谷。原来这个李定国长这样。司徒，奴才在。你过来瞧一瞧，朕怎么觉得这个李定国看起来很眼熟呢？哟，皇上，您瞧，这李定国如果没了胡须，长得像谁？简直和李德福一模一样。是啊，而且巧合的是，他们两个人可都姓李。这个李定国和李德福，不会是兄弟吧？皇上，这李德福是当年多尔衮入关以后，在路上捡的孤儿，后来净了身，进了宫，这30多年一直待在宫里，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亲人，也没见他和宫外任何人联系过。而这李定国，他是张献忠的义子，名字都是张献忠给他取的，不过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孪生兄弟。至于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这奴才可就不敢妄言了。皇上，这李德福今年初吃了罪臣的大补丸，暗中受罪臣挟制，以便从宫中帮罪臣传递消息。据罪臣安插在明珠谷的黑狐汇报，自奴才装疯以后，朱慈轩和李义欢用大补丸的解药胁迫了李德福，让李德福充当他们的耳目，但是并未提及他与李定国有任何关系。皇上，这长得像，也许只是个巧合。就像是雪倾城和舒婉心长得也像，可她并非是舒建的女儿，更不可能是舒婉心的孪生姐妹。此事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先不要声张，多在暗中留心观察。这。皇上同李义欢只是同月同日生，但这朱慈轩同李义欢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李公公说，康熙进了慈宁宫以后，他和所有的太监宫女就都被太皇太后给打发出来了。这就更可疑了。太皇太后侍奉过大清3代君王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。如果她真的从鳌拜那儿打听到什么的话，也不会露出半点端倪。义欢，等康熙从慈宁宫里出来之后，你找机会去试探他。嗯，知道了。龙小弟，如果你知道是我骗了你，你一定会很难过吧？
新觉罗氏几代人浴血打下的江山。易欢，难道你真的是要来夺走这一切的？以前你对朕的一切，难道都是伪装？我李易欢，我龙三，今日对着月亮发誓，我二人结为异姓兄弟。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永不背弃。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如有违誓，天打雷劈。龙小弟！龙小弟，还没休息啊？这么晚了，还来御书房当差？主子都没休息呢，做奴婢的怎么敢偷懒呢？噔噔噔噔，龙小弟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哎，平时吧，看你见多识广的，连这个都不认识。这个叫做荷叶糯米鸡，知道了吧？哦，这明白了。用荷叶包着米和鸡，一起放在锅里蒸，对吧？嗯，孺子可教也。如果龙小弟你不当皇上的话，我相信你啊，一定是位大美食家。朕这辈子只怕是没有这样的福分了，你倒可以试一试。说吧，这糯米鸡是不是又从御膳房里偷过来的？说什么呢？我跟御膳房大厨关系可好了，他平常还说我做的菜好吃呢，我怎么可能偷呢？再说了，我就偷过一次，而且那一次还是我第一次进宫的时候，跟龙小弟不打不相识嘛。老大，朕一直在想，这宫里宫外的几次相遇，都是天意吗？真的是上天把你安排到朕的身边来的？当然是天意了。我刚开始认识龙小弟的时候，我又不知道你是谁，这不是缘分，那是什么呀？我知道，这个最近吧，宫里总是谣传我跟我哥哥的一些事情，而且传得越来越凶了。但是我相信龙小弟不会那么轻易的去相信谣言的，对吗？朕从来不相信谣言，朕只相信自己的心。那最好了，来，我们坐在这儿，一起把糯米鸡吃了吧。朕刚刚在慈宁宫吃了好些东西，很饱了，你自己吃吧。那怎么行啊？现在朝政那么繁忙，不吃会饿的。来，我喂你。啊，
三桂也罢，朕再也不想想这些问题了。朕现在只想静静地抱着你。龙小弟，还记得那次我陪你刺血抄佛经吗？记得，朕当然记得。朕每每想起，心里还是觉得很感动。终于写完了，大功告成。老大，朕和你同年同日生，不过长你1岁。在此前程，朕还是第一次和你一起过生日。母亲，朕许下的生辰愿望是什么？当然记得，这是我长这么大过得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。许的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该你了。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，朕愿和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此情此景，朕永生难忘。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一起过生日。龙小弟，怎么会呢？每年不都有生日吗？每年我们都可以一起过啊。你不愿意做朕的后妃，此情此景，朕永生难忘。
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一起过生辰。龙小弟，怎么会呢？每年不都有生日吗？每年我们都可以一起过啊。你不愿意做朕的后妃，朕也没办法让你一直留在紫禁城里。你早晚会离朕而去，如何能陪朕年年过生辰？你是在怪我吗？朕不怪你，你生下来就和朕不一样。你是自由的小鸟。这个紫禁城啊，就像一个鸟笼子，把你给困住。也许你待在里面，并不快乐。我快乐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。龙小弟，你忘了，我的病只有你的龙珠才能治啊！我除非有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好，朕也想永远把你留在身边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永远那么远，我们还是先珍惜眼下再说吧。是，永远太远了，先珍惜眼下吧。龙小弟，我看你今天好像很疲惫的样子。前些日子为了寻你啊，积压了这么多奏折，朕可能是批阅奏折太久，所以没有休息好。可是我觉得你今天的眼神有点伤感，是不是太皇太后把你叫过去，跟你说什么事儿了？你还说呢？这还不都怪你啊！朕抛下一大堆事情，悄悄地出宫寻你，被太皇太后好一顿说。太皇太后还要把你赶出宫去，这安抚了大半个下午，才把她安抚好。龙小弟，我错了，是我太任性了，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确实是不能这么任性了，再这么任性的话，恐怕连朕也保护不了你。好了，先回去吧，朕还要批阅奏折呢。要是再留在这儿的话，朕又得分心，那恐怕又得熬夜。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，龙小弟。康熙可有什么异常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常，就是觉得他有点疲惫，精神不振，似乎还有一点不易察觉的伤感。伤感？他说是为了上一次我离宫出走的事情，太皇太后把他叫过去一顿训斥，还逼着他把我赶出皇宫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太皇太后之所以要把那些宫女还有淑妇赶出去，是为了怕伤了皇上的面子，咱们虚惊一场。看来鳌拜的病还没有被治好。等义父和师傅们回到京城，我再和他们商量一下，想办法除掉鳌拜，以绝后患。老大，难道你的出现真的只是朱明联盟设下的一个圈套？你和朕那么多美好的过往，都是假的吗？没错，都是假的。李爱卿，别叫那么亲热，我不是你的爱卿，她也不是你的欢儿。你早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，还装什么装？今天不是我死，便是你亡。朕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吗？朕一直待你如兄弟。欢儿，你跟朕那么多过往，都只是逢场作戏，都是欺骗朕的吧？兄弟，你是大清的皇帝，我是大明的太子，我们两个能做兄弟吗？欢儿，我是南明晋王李定国的女儿，我会爱上你？可笑！我真正爱的人是我的朱哥哥。你们为何要如此对朕？朕待你们一片真心呢，你们辜负了朕，辜负了朕啊！
文美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这就杀了这狗皇帝，为我死去的父王报仇。没错，为我大明千千万万阵亡的将士们报仇。玄烨，受死吧！皇上，您是不是一宿没睡了，累着了？真没事。所图到了没？哦，一直在外面候着呢。宣他进来。这，慢着，皇上还有什么吩咐？朕饿了，你亲自去御膳房，取一些朕平时爱吃的小点心来。这。左大人，皇上宣你进去。啊。奴才给皇上请安。免礼。查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的心腹根据鳌拜提供的情报，终于查到了明珠谷的所在地，与李易欢兄妹透露出来的信息完全吻合。当地确实在李易欢10岁的时候发生过大旱，而且附近的府县也曾发生过多起库银失盗案。你的手下进入明珠谷没有？没有，明珠谷只有一处隐秘的入口，那是一条易守难攻、机关重重的密道。奴才怕打草惊蛇，让他们先不要妄动。皇上，这种种迹象表明，鳌拜所言非虚，这李氏兄妹是朱明联盟乱党的证据，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清楚了。可这些证据死还不足，朕要的是铁证，是铁证，明白吗？奴才明白，皇上。可是皇上您要什么样的铁证呢？鳌拜不是有一个卧底叫黑狐在明珠谷吗？朕要亲自见见他。这，奴才这就安排。李公公，什么事？康熙可有什么异常？皇上现在正在召见索额图。叔父这手上提的是什么？哦，皇上说他肚子饿了，让我亲自去御膳房给他拿点平时最爱吃的点心。往日康熙若是要传膳，都是吩咐你一声，你让手下的小太监去办就行了。今日为何让你亲自去取？难道是跟索额图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，故意把你支开？我也觉得好像是皇上故意把我支开的。难道皇上对我也起疑心了？不可能，叔父跟我和奕欢的关系，除了义父，没有外人知道。康熙更不可能知道。皇上平时如果跟机密大臣商量什么军国大事，也会把身边的人支开。说不定他正跟索额图商量什么其他的要事。但愿吧。眼下康熙跟太皇太后没有什么异常，但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。叔父，你要帮我多留意一点宫里的动向，我正在想办法筹集人手，刺杀鳌拜。建清，我求求你们，还是从紫禁城中撤走吧，太危险了。我都一把岁数的人了，我不想再天天的受惊吓。不行，事情还没有明朗，就这么撤走的话，损失太大了，我没办法向义父还有师傅们交代。这边。你就是黑狐？回皇上，奴才正是黑狐。你既本是八旗子弟，为何只肯效忠于鳌拜，却迟迟不肯主动与朝廷联系？奴才也是迫不得已。鳌拜执政多年，掌握了奴才家族大大小小的把柄，所以奴才不得不受制于鳌拜。
这些年来，奴才只能和鳌拜单线联络。自从鳌拜被圈禁之后，奴才也曾想过向朝廷报密，但却迫于鳌拜继位，不敢造次。直到鳌拜此次真心伏法，把奴才等密探献给朝廷，奴才才有幸叩见圣颜。抬头说话。谢皇上。你把李易欢他们二人在明珠谷的情况细细禀报于朕，绝不得有半点隐瞒。这李建清本名朱慈轩，是前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。永历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在战乱中失散了，下落不明，因此朱慈轩就被李定国那帮前明余孽们奉为了前明最后一个太子。这李易欢是李定国的小女儿，和朱慈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据说永历帝留下遗诏，为朱慈轩和李易欢从小定了亲，所以李易欢又被这些前明余孽们尊奉为未来的太子妃。他二人从小青梅竹马，一同长大，感情深笃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继续待在明珠谷。朕赐你一个腰牌，要是有紧急情况，你可以直接进宫面圣。不过你得小心提防，不能让朱思轩和李易欢发现。奴才明白。皇上还要提防李公公。奴才听李定国说过，李公公被鳌拜下了大补丸之毒。鳌拜被圈禁之后，朱李二人利用大补丸的解药胁迫了李公公，李公公便做了他们的耳目。这件事情鳌拜也发现了。自从鳌拜被圈禁之后，李德福再也没有找鳌拜要过大补丸的解药，显然是投靠了朱李二人。鳌拜已经跟朕禀报过了。奴才这里还有件重要政务，本来想交给鳌拜，但是鳌拜让奴才亲自呈现给皇上。这个鳌拜，终于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本分的臣子了。皇上，这就是3把金钥匙其中之一，原本是在吴三桂手中。吴应奇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途中，被李易欢的师姐樊倩影调了包，钥匙落在朱慈轩手中，所以奴才才有机会又从朱慈轩手中调了包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吴三桂和李定国手里的金钥匙都是假的。这把金钥匙才是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后，从永历帝身上得到的赠品。好，你做得很好。待朕剿灭乱党之后，必将重重赏你。奴才谢主隆恩，奴才不便在此久留，奴才告退。去吧。谢皇上。今晚的事情不会泄露出去吧？龙小弟，你怎么心事重重的？有什么事儿吗？还不是吴三桂又给朕出难题了。不提这些烦心事了，你且陪朕散散心就好了。哎，过来看，看到了吗？
打那对鸳鸯，拆散他们夫妻啊！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恩爱夫妻，只不过逢场作戏罢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不信？那你看那只雌鸳鸯飞回来了吗？如果它真的爱着那只雄鸟，怎么会因为一颗石子就一去不返了呢？真的哎，那只雄鸳鸯也不知道上去追，就知道在那儿傻等，真够笨的。它不是笨，只是伤心了。如果那只雌鸳鸯真的有情有义，那它就应该飞回来，而不是这么等着那只雄鸳鸯飞过去找它。龙小弟，你是在借鸳鸯埋怨我吗？也不是埋怨，只是有一些伤感罢了。太皇太后一直对你不满，皇后和后宫的嫔妃也一直对朕宠爱你，多有非议，连朝中的大臣都对朕非议不断。你知道朕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吗？我知道，其实我也为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，所以才会选择离开你。但是当我看到你不顾一切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顿时没有了主意，只有跟你回宫了。你对朕的一片真心，朕是能感受得到的，这是朕最大的欣慰之处。其实，朕根本就不是怕什么压力，朕怕的是你一直在拒绝朕，逃避朕。你心里一直念着你那未婚夫，早晚有一天你要出宫跟他成婚。每每想到这儿，朕就觉得心痛如绞。你明白吗？皇后，你想说什么？皇祖母，皇上已经见过了鳌拜还有黑狐，已经确认了李建清和李易欢的真实身份。可皇上为什么还迟迟不将他们捉拿问斩？难道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是割舍不下吗？鱼在网里，你还怕他跑了不成？这次皇上是动了真情了，这一跤他是跌得不轻啊。也算是他一次挫折吧，给他一点时间缓缓，待他醒悟了，自然就会收网。皇后啊，万万不可心急呀。小师妹，你有没有发觉最近情况有些不对劲？是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可是我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。皇上倒是毫无异样，可是昨天大师傅传来消息，说最近在明珠谷外发现很多清军密探活动，他们好像是在寻找明珠谷的入口。你是说，这跟太皇太后看鳌拜有关？但愿无关吧，否则纵然咱们能全身而退，可这段时间在宫里的苦心经营就白费了。大师兄和师傅们一定会很受打击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龙小弟也太沉得住气了吧？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凭什么？谢皇上。你们姐妹俩有这么多悄悄话可以说呀？不是悄悄话，是臣妾久居深宫，有时感觉寂寞孤单，就让欢妹妹过来陪陪我。朕来的不巧啊，打扰你们下棋了。没有，我跟雪姐姐刚下几下，你就来了。那你可敢跟朕下完这盘棋啊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下就下。
皇上，臣妾去小厨房为皇上准备些茶点。农小弟，你确定要下这儿吗？你可输定了。这不对啊，明明刚才是我占先机的。你占尽先机，是因为朕一直在让着你。世事如棋，不到最后，谁输谁赢又有谁知道呢？龙小弟，你刚才那2个棋下的有问题啊。应该这样。好了，我赢了。毁棋啊！落棋不毁真君子。反正我又不是君子，我是小女子。龙小弟，这盘棋你输了。好，那朕认输。其实这世间事，赢又如何，输又如何？只要能哄得你一时开心，朕认个输又何妨？父王，这信上面说鳌拜是庄房，并且将李建清兄妹，还有雪清城的真实身份，以及明珠谷的确切位置，全部向康熙和盘托出了。这是真的吗？这是本王安排在鳌拜身边的眼线传来的密信。我们幸亏终于建成了飞鸽传书的新渠道，从京城发一封密信到滇都3天可达。眼下主子仙李一欢他们的情况一定十分危险。那父王打算如何应对呢？李定国虽然已和父王歃血结盟，可我总觉得他不能放下过往，对本王绞杀永历帝一事始终是耿耿于怀。本王和康熙的关系更是日益紧张，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出手，就会激怒康熙，加快他撤藩的步伐。我看不如这样，本王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让他们二虎相争。万万不可啊，父王！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李建清的身份特殊，是南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，也是诸明联盟的精神支柱。他如果死了，那整个诸明联盟的神也就散了，并且再难成事。如果说之前李定国对您还心存芥蒂，无法对您实心实意，那么父王正好借此机会向整个诸明联盟以及李定国表明诚心，这样也可消弭当年您绞杀永历帝的伤痛啊。父王，如果孩儿所料不错，康熙不久就会对明珠谷动手。他若是铲除了明珠谷，杀了李定国，那么整个诸明联盟也必将分崩离析，再难成事。在那以后，父王又如何自处呢？父王真是糊涂了，还是妻儿你点醒了父王。你这就向李一欢他们示警，协助他们撤离紫禁城。这可还来得及吗？从康熙秦鳌拜就可以看出，他一定会运筹帷幄，布置周全，方才动手。他想把明珠谷一网打尽，就要费些时间布置，希望还来得及。跑回京城来了。哎呀，这个你就先别问了。我和叶师弟3天前就已经到京城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告诉你们。我现在赶来是有紧急的情报要告诉你们。我刚刚接到吴应奇的飞鸽传书，你、雪姐姐还有小师妹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吴三桂在宫中的眼线不仅雪衣居士和雪姐姐这一条线，他在天牢和鳌拜府中也都埋伏了眼线。
好康熙他行事谨慎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动手。我这一接到飞鸽传书，便马上过来通知你们了。你赶紧通知雪姐姐和小师妹，赶快撤吧。好，我马上回宫。既然你跟叶师弟3天前就回到了京城，为什么一直没有通知我？大师兄，这个你就不必问了。只是我和叶师弟这边出了一点小状况罢了。什么小状况？是不是叶师弟还是放心不下易欢，在滇都待不住了，想要偷偷跑回京城私会易欢？这个我原本不想跟你说的，我看到叶师弟刘叔说到京城，我就赶紧追，这一追就一直追到了京城。叶师弟人呢？这3天我一直在劝他，叶师弟也已经答应了，要悄悄跟我回滇都。我们想就当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接到了应奇的飞鸽传书，原本想让叶师弟跟我一起来见你，可是他不肯，我就自己来了。想不到，不仅康熙不肯对易欢放手，就连我自己的兄弟也还